那首先很感谢我们学校董事长还有我们梁基和林秘书，还有我们西南大学陈博士，还有我们澳洲团的承办林先林小姐还有我们各位家长还有同学今天的与会那我们教处承办这国际教育我想已经迈入到准备第4年了。现在第3年呢，其实已经有很好的一个成效了。那教育部呢推动这个2030所以国家这个政策我想在国际教育部分，教育局也推动很多实质面的一个进程我想也看到我们前面预科的一个课程，其实推展也很顺利跟成功。尤其目前现在还有将近18位同学还在预科的课程在做进展也很认真在学习。所以我们今年很确定在今年高3毕业生有4位已经确定入学取得资格了，还有1位呢还在过程中，所以会有5位会进到新南大学来就读。那这也是算很明确的一个绩效那我们也希望说推展这一部分是让孩子多了一个管道升学进入可以更国际化，让他眼界可以更宽广。谢谢校长，董事长、秘书、基和，还有现场的家长，然后现场的主任、老师，然后大学2位伙伴大家早安我是 Peter。那也很高兴我们特别是在这种预科，我们已经在今年开花结果。然后我们这个暑期课程就是因为我们台湾有一批优美的孩子，那我们暑假的时候就让他们来到英国来看看因为你买车也要试开嘛，然后你上了英国的课，暑假的时候自然而然就过去看一下跟各有不一样。那特别是像我们今年的五个复兴生高3的同学，他们在去年的暑假都有过去看过因为看了就有立体感，看了你就有感受所以相较之下，你就会把这些都会变成实际的影像，然后你就会更有动力。我要把英文学好然后英国跟台湾差别在哪里然后学生会去策划来构思自己的未来。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夏令营这个艺术设计类夏令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这样子那我今天就来介绍一下好，那也一开始就是来介绍这种概念就是说我们艺术设计类在英国为什么我们这个城市 Bristol 是那么的重要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艺术设计类，我们的英国西英格兰大学在艺术设计类在英国甚至在全世界所占的地位。一开始这是我的介绍我是英国西英格兰大学的教务长然后我们虽然在台湾推了这个我们西英格兰大学的预科，我们也追求我们这个预科可以有不同国家认证像新加坡我们已经拿到我们的这个我们在推进执行的预科，我们已经拿到新加坡科普兰人所承认，所以在科普兰的部分的话他们也是可以接受我们的复兴的预科的然后我明天要跟澳洲昆士兰科技大学谈所以我们希望把我们这个预科的这个国际的范畴拉得更广新加坡第4间国立大学它也是聘我为全世界第4位的学术顾问然后我已经连续4年是世界大学排名叫 QS 我是评审委员这个台湾应该不多因为我知道没有第2位是评审委员我目前还是在台湾教书在台北市立大学我教化学所以出了一系列的书这样我们特别是在学术方面就会相较于其他的单位来讲就是更具有学术跟比较照顾学生好这个 DM 各位手上应该都有就是简要的来说明一下这些我们要上的2周课程，我们会去的轴势，这个等一下我都会讲。那今年跟以往比较不同的就是因为这个暑期游学团我们必须合法合规，所以我们是跟台湾最大的旅行社东南旅行社的东南游学部门一起合作，由他们去负责做履约保险，然后那个意外责任险，还有就是出领队合格专业的领队这些等等所以我们虽然是我们英国大学办的课程，可是我们在台湾都是合乎规定就是跟东南旅行社来搭配来合作的这样好。然后艺术设计类虽然它叫做夏令营，事实上我们更像是我们同学提前到英国去体验大学生的生活。我们住大学生的学生宿舍，我们吃饭在大学餐厅然后学校上课，我们动用了5个艺术设计学院的教授
带着学生一起做作品，一起做作品。然后，西英格兰大学在艺术设计类之所以非常的知名我们在英国总不是第一名就是第2名，因为我们的前身是西英格兰大学皇家艺术学院，光是艺术学院在英国已经有超过250年这样子，所以虽然叫做夏令营，但是在严谨度、在学术的程度、上课的内容、学生做的作品的种类，还有最后会产出一个电子的作品集，来做发表，成果发表会都没有少。最后颁发的证书也是西英格兰大学给同学的这个证书这个也是非常正式的。那除了上课以外，我们也带同学出去玩因为它毕竟还是暑假的时候，所以我们会去3个城市当然伦敦还有牛津，还有我们的所在地布里斯托去做深度的探访，这样子好，这边有个影片介绍一下 Bristol 是我们这个城市是2024年英国最幸福的城市，我们来看一下。近日，2024年幸福城市指数正式发布，全球超过250座城市参加了这次评选，获得前5名的城市分别是丹麦的奥胡斯、瑞士的苏黎世、德国的柏林、瑞典的哥德堡、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而最令人意外的是，英国上榜的城市不是伦敦，也不是爱丁堡，而是默默无闻的小城布里斯托。那么，布里斯托是怎样的一座城市？它为什么能力压伦敦和爱丁堡，成为英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呢？一起走进这座英国最幸福的城市布里斯托。布里斯托市位于英格兰西南，是英格兰8大核心城市之一，也是英格兰西南部最大的城市，还是该区域的商业、文化和教育主导中心。布里斯托历史悠久，中世纪时，它凭借优越地理位置成为重要贸易港口，与欧洲大陆及其他地区贸易频繁，经济迅速崛起。布里斯托的经济结构多元且充满活力。尽管港口贸易不再是主要经济支柱，但布里斯托凭借其卓越的创新能力，成为了英国的科技和创意产业中心之一。航空航天工业是布里斯托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布里斯托有2所大学，即2024年 QS 世界排名第55位的布里斯托大学和西英格兰大学。布里斯托大教堂，这是一座哥特式建筑，内部装饰华丽，是英国最美丽的教堂之一。你可以在这里感受到庄严和宁静。布里斯托文化活动丰富，每年的国际热气球节吸引众多游客，现场有精彩表演和美食摊位，街头艺术作品众多，增添城市魅力。音乐场景活跃，音乐人和乐队贡献文化力量。生活品质方面，公共交通便捷，鼓励绿色出行，医疗保健设施完善，美食文化丰富多彩，社区凝聚力强，居民积极参与活动，教育资源丰富，重视环保。就对这个城市有点概念刚刚也是我们是一个海港城市当初大英帝国创立那个小鹰号离开英国出发的地点就是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承载了很多历史它一开始讲英国北边的城市还没开发的时候，我们是英国第2大城，东边伦敦，西边就是布里斯托。那到现在的话，它已经连续好几年都是英国最适合居住城市、退休人士的首选等等。当然第一个，它在英国最南边，天气好。然后第二个的话，它物价没有伦敦那么高。这边相对的，英国本地人就相对的比较多，不像伦敦以观光客为主这样子所以它是一个有魅力又有深度的又适合居住的城市这样。除了这个以外，跟我们艺术有关它布里斯托这个城市获得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颁发这个城市为电影城，因为各位所知道的很多的电影，它不一定是在好莱坞拍的英国的电影不一定是在伦敦拍的你可以看到这些电影包括超人影集神探夏洛克福尔摩斯，还有现在在属于第4台那种有线电视的影集，都很多是在 Bristol 这个地方拍摄的。因为 Bristol 的建筑它的环境背景因为伦敦毕竟有被轰炸过，可是它观光客多，就在 Bristol 这边相对的比较容易来做拍摄所以它又号称是历史艺术之都这样子然后我们学校的学生宿舍外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工厂，就是劳斯莱斯劳斯莱斯它不只做汽车，它还做飞机引擎。它的飞机引擎是非常好比那个波音的要好。那劳斯莱斯的飞机引擎总工厂就在我们学校旁边那我们这次去的宿舍外面就是劳斯莱斯工厂，因为劳斯莱斯工厂在这边，所以劳斯莱斯的隔壁是法国的空中巴士的一个组装厂，然后在空中巴士隔壁是英国国防部空军的一个总厂这样子你可以看到右下角，全世界飞得最快的一架飞机超音速客机唯一的超音速客机后来退役了
叫协和号，全世界最后一台的协和号就降落在布里斯托，就停在我们学校旁边的博物馆。所以，然后我们学校也跟劳斯莱斯合作开发了一台全世界跑最快的汽车，就是左下角。这条汽车跑得快，1000英里，1000英里大概换算起来乘以1.6，1600公里每小时。高铁多快？各位同学知道高铁跑多快？最快300多嘛，对不对？我们是高铁的5倍，1600，1600这台汽车它为什么跑那么快？它把飞机引擎装在上面了。好，然后再来我们学校的就是那个主校区也有一个欧洲很知名的机器人研发中心AI 机器人，它是欧洲最大的研发中心。这样我们到时候同学可以在那边就经过啦因为我们是艺术设计类，我们就不会进去看但是我们也有机器人的这种项链好，然后我们是国立大学所以我们跟很多的政府的部门那都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学校的两个董事是英国 BBC 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然后 BBC 也为我们的英语的学生开了2个频道，一个是广播频道，一个是电视频道。电视频道是野生动物频道然后广播频道是 BBC Radio Bristol 那这个我们学生都会在上面做实习跟练习表演这样子，然后成品拿去。英国除了Bristol 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一点的话，另外一个很特殊的点，因为它是英国往全世界出发的一个据点，所以很多知名的英国文学，它的创作地就在这个小酒馆里面包括了《鲁滨逊漂流记》，包括了《金银岛》，还有下面一堆照片然后也因为它的历史关系那个布里斯托每年会有一个类似奥斯卡奖这种叫做短篇小说奖，颁给全世界年轻人写得很好的短篇英文小说颁奖给他那这个我们会去看这个小酒馆那从16世纪一直到现在然后英国最大的动画公司所以我们的动画系今年附近也有同学录取，非常难录取，当然很厉害，非常优秀英国最大的动画公司叫阿德曼，这些影片他的影片你一定有看过，因为他还帮皮克斯动画制作，然后帮索尼、Sony 制作这些动画然后他们自己做的就是比较有特色，是粘土动画系列，所以像笑笑羊、闹跑机这些都有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动画系直接跟阿德曼是直接深入合作，学生是进阿德曼去做实习跟操作的然后。I love you, Bristol, the place of dreams and possibility. Wouldn't have shut the pub in the winter. How wildlife crews managed to capture the perfect shot. 1 minute gone. That is a big fish. I'm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despite the rain. Nurturing good talent and developing skills for the future. We will see how life developed on each continent, giving rise to the extraordinary and wonderful diversity that we see today. 特别在暑假的时候，我们那个港口现在虽然它的用途没有那么广，可是港口每年8月都会举办音乐季。这个音乐季历史太悠久了，所以英国现代的摇滚乐、爵士乐都跟它有关。所以这个舞台号称是英国现代音乐的发源地。那每年就有很多世界各国年轻人到这边来朝圣就有一些那个年轻人组的乐团第一次演出就在这个舞台所以暑假的时候就可以去看看。然后我们在 Bristol 我们有一个很知名的校友就是全世界最知名的涂鸦艺术家是我们插画系的毕业生叫班克西。
他的艺术作品都涂在墙壁上，然后全世界最多的作品集中的地方就是在 Bristol。他对外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唯一他告诉别人的就是他住在 Bristol 这样子啊。那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却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更没有人见过他的样子。大家只知道他的代号是班克西。他在世界各个角落神出鬼没的疯狂涂鸦，曾把英国女王画成星星，还在同志街区画上2个亲吻的男警察。警察们气得把他列为通缉犯，但政府有多讨厌他的叛逆，人们就有多崇拜他的勇气。为了证明艺术圈就是个笑话，班克西偷偷把自己画的蒙娜丽莎放进了卢浮宫，结果偏展览的人们不但没察觉，还装模作样的欣赏。他还在石头上画了只超市手推车，冒出出土文物放在大英博物馆。这块石头足足展览了8天才被发现。更离奇的是，他的气球女孩在被拍出140万美元的高价后，落水成灾的一瞬间，这幅画却自动切成了纸条。而毁掉这幅画的人正是班克西自己。原来几年前他就在画框里安装了可以遥控的切割机，就是为了防止自己的作品被拍卖。没想到这些离谱的骚操作反而让大众和资本更爱他了。大英博物馆把他画的手推车石头永久收藏。那幅被切碎的画不但没有变成废品，价格还直接从140万美元飙升到了2000多万美元。就能被他各种讽刺的英国政府也认可了他的价值，还主动把他的涂鸦装上了防护玻璃。然而班克西根本就不在乎这些名利，只是一心用自己的方式和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抗争，不止讽刺权威，他还冒着被杀的风险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革命桥上创作，呼吁停止战争。就算受到军方警告，也要坚持画完。他也会伪装成伦敦地铁工作人员，偷偷的在地铁里画下宣传对口罩和使用消毒液的涂鸦。其实人们始终不知道他是谁，但在很多人心中，如果这世界还有纯粹的英雄主义，那他的化身一定会是班克西。这期就是我们校友，然后就住在 Bristol 这样。然后我们这次暑假也会带着我们同学一个一个去找、去看班克西的作品这样子。可以，刚刚他有讲一个故事，他唯一有画了一幅画，他的作品是画在画上的那一幅，在拍卖的时候140万美金，大概5000多万台币啊。然后他当场那个就被他隐藏的碎纸机就把它碎掉了。睡到一半这样子，然后就取消拍卖这样子。问了那个得标者要不要买，他说不买。后来隔2年再拿出来拍了6亿台币，烂的比较贵坏掉的比较多所以他真的是他也是行为艺术家这样子那当然最近还有一个很知名的也是 Mr. Doodle， 也是我们的校友他的一幅画已经飙到2000万去了这样子那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城市为什么可以孕育这么多艺术家、音乐家、文学家。这个叫彩虹屋台湾也有模仿它的做法。刚刚看到有一个正方形的电子，就是我们的视角，这是我们的视角艺术的视角叫阿摩菲里这是我们学校艺术学院的后山，你可以看到这个路我们学校在2014年被那个评比是最国际化的学校，全国最15名。这是阿美这是动画公司这么多协和特区全国公益社交一堂还有很多异国文化的作品它真的是一个年轻人的城市有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元素在里面。昨天我在开始有几个同学说他是一个念书约会的同学刚刚各位有看到热气球我们的热气球这个音乐节热气球节是欧洲最大的热气球节所以这个地方足够值得同学在那里深度探索，在那里体验短期的科学生活我们给同学待遇跟我们的大学生是一模一样的这样子好，所以 Bristol 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安全性很好，它是全英国治安第2名然后它的文化素质、它的艺术涵养还有它的一些节庆活动都非常值得在暑假的这时候去体验这样子然后我们因为艺术设计学院很有名，所以在全英国的科系排名来讲，特别是设计类、插画类、动画类都非常有名。英国有220间大学我们可以排到前2，非常不容易。所以并不是好大学只有在伦敦然后我们的建筑系是全英国前7然后也因为 BBC 的关系电视做也非常有名。也因为它这个关系，航太工程也是近期所以我们跟这个城市的特色是密切相关的文学所以创意写作这样所以刚刚看的这些介绍，你就会对这个城市更有印象那我们学校的规模跟世界排名如何我们快要有4万个学生这个已经比台湾任何大学来讲都还要多。我们的科系有660个科系我们台湾最大的大学台大有350个科系，我们快要是他们的2倍然后在英国当地的排名24，全球排名前400这样子400的概念是什么？台湾的清华也是400所以我们这个预科的
含金量是还蛮高的你可以看到，在我们排名个人排名差不多或排名以下这是刚也是英国当地以学生观点、学生满意度为主的排名其实你可以看到，包括曼彻斯特这些其他的好大学，其实跟我们排名都是很相近的。英国人的观点来看这样子，然后这就是我们艺术设计学院的2个很有名的建筑就是比较有特色一个是那个数位多媒体的工作室很大一栋一个就是创意艺术中心这样子那这是我们的副院长。 My name is Yan and I associate head of department from the department of I'm also a practicing artist designer and I teach at the school for a number of years. In Bristol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and Film Journalism, we are unique in many senses because we have a lot of facilities and resources to support the students' learning journey. For example, we have a education center and also within these two centers, students develop skills, practical skills that are related to their work. For example, for art and design students, they will have opportunities to enter workshops in woodwork, laser cutting, 3D printing, metalwork, printmaking, and also drawing workshops. These are workshops provided free, and any student who are registered with us has the opportunity to book these workshops online. The same for media center, students have opportunity to learn from simple to very high professional camera editing, studios, editing streams. All those facilities are to all the students. It doesn't matter who they are. Bristol is a second media city. It's well supported by a number of cultural activities. For example, Channel 4 is moving into Bristol to create their creative outreach. It's a big bonus to our students. That enables our students to be able to seek opportunities for employment. Bristol also has a number of active artistic scenes. For example, Banksy is from Bristol. There's a trail of his creative artwork. Also, we have some of the best production animation like Artman. It's been voted the best city to live in 2017 by the UK residents. Not only the environment is good, being the green capital of Europe, it is also a very vibrant place, a young place, and a very cultural place. One of the things about our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we are very active in research. We're currently being awarded £7.7 million of research funding into our centre for fine print research, which is well research centre. This again enables employment, this again enables innovative and research for the university, for the students and also for our teaching staff, because the two have to be hand in hand, research, teaching and learning. 好，那这边就是一些这个专业的工作坊我们所有的专业工作坊一定配一个老师傅不会我们把他叫老师他不是教授，但是他就是在那里，你把你的设计概念出来，他会指导你怎么变成一个实际立体的东西。例如金工，你画在纸上怎么变成最后烧成你要的东西例如油墨印刷，例如木工他都会指导你用哪一些那这些师傅都很厉害。我们每一个工作坊都会配一个师傅我们有超过20个工作坊所以这个同学都可以利用这个摄影棚我们也会去玩对，我们住的宿舍就在校园内，学生宿舍就叫 Student Village 学生餐厅这样子这是去年的照片。这个你可以看到，这是房间，我们所有的房间都是单人房，都是套房，有卫浴所以同学可以那个私密性还可以很够。然后一层楼会有5到6个房间其中我们一定会有一间是老师住的。因为我们老师要24小时陪着同学所以安全性大家不用担心。然后这是餐厅，然后我们也会有这餐厅这个餐厅是自助式的它也可以拿1次然后尽量不要拿第2次，因为第2次要加价这样子那当然加价是付在我们身上不过我们尽量就是拿1次，然后每一餐都会有甜点，再另外加饮料给大家
然后我们会有一天是在校园做 barbecue， 我们请厨膳公司来帮大家烤肉，好，然后所以这个大家来体验野餐哦。这个我觉得这个地点很好玩，我们野餐的地点就在校长宿舍的外面，啊，校长烤给校长的啊，对。蛮有趣啊，所以这个环境也好哈，这个宿舍也好，我觉得应该都是顶标了，餐厅这些等等啊，都就是为了我们的这个高中的我们附近的这些同学啊，这是另外一些照片啊，另外我拍的这个好，那这个行程在我们毕业上面有很简单的概念，我们大概的概念就是这样：上课2天，出去玩1天；上课2天，出去玩1天，然后早上上课大概会上到下午1点点，再来就带同学就出去玩了，出去探索这样子所以完全不会觉得很课业很重那英文听不懂怎么办？我们去年是这样，我们台湾的代课老师同步翻译，我们老师英国的老师会停下来，那我们台湾的老师同步翻译给同学，重点是大家的体验所以英文不好也没有关系，去小孩子自然同学自然会有个动力，我要把英文练好因为这种都是刺激，我们不用再多说了，因为外面就是这样，外国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吸引力很大的然后我们到伦敦我们会上伦敦影台这样，然后这是上课的照片你可以看到我们有5个艺术学院的教授陪着大家，然后大家也要操作电脑去把作品集电子化，然后这个开发创意等等然后我们的费用是所有的美术教材材料都内容然后这些照片创意跟发行这样子然后这是我们去年的同学在做的复兴的同学其实程度都比别的学校好很多然后还有服装创意你可以看到接着就到摄影楼去拍这样然后还有摄影技巧然后最后摄影取景完以后再去做编辑然后我们相机是同学可以直接借用学校，你不用带自己的，除非你有自己好的东西这样子对。所以整个体验过程都有所以我们是整合了整个包括你该去的伦敦，我们也带你过去，还有英国全世界最古老的大学牛津大学，我们带大家去看去体验，去看博物馆等等牛津大学什么时候成立的？题外话，北宋，中国的北宋时期，对这些都值得探索的英国文化最精髓的地方，都放在这个课程里面这样子那这些是去年这个我们也有专业导游这专业导游是我们英语专属的，他叫陆克他很喜欢有他喜欢你跟他讲话这样新生就大概大草坪然后这个是太极桥这是牛津的太极桥这样子然后对然后一些小商店这个在伦敦我们就会上这个伦敦节所有的门票都内涵还有大英博物馆这些等等我们都会去然后整个课程的尾声我们就会颁发很正式的由我们副院长来颁发毕业证书你可以看到这个毕业证书是有校徽的是非常非常的正式然后还会有作品的一个成果展，所以一家艺术学校该有的东西全部都有。我们还有一个毕业舞会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还穿的比较lady一点大家去扭一扭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丰富的2个礼拜，虽然时间没有很长，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英国大学生该体验的东西，我们全部都放在里面，然后体验这个城市，体验英国的文化体验大都市伦敦这些等等都在里面。然后我们机票都帮同学有订好了因为机票是越后面越贵目前推出的费用是189000还包括旅行社所有的服务跟他应该给大家的保险这些等等这样子。好，那今天我的部分我的分享就到这边。那同学看接下来是不是 Q&A？Q&A 的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也欢迎，就是这是我们官方的 line，在那个我们的毕业方面也有就这些谢谢陈博士目前我们家长跟同学大概跟原先报名的差异会还没有大长那我们在座的同学有其中2位是目前有参与我们 UWE 的课程的同学那也有去年参加过阿比汉姆这个行程到英国的，也有参加过去年10月到日本的同学有一位我相信你们去体验我们学校办的建学课程，跟其他学校甚至你看到外面的暑期的一个参访团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校长特别要求出去不是旅游是学习
所以课程的参与的着实度，我们希望真的是全美语，而且真的有操作，甚至有竞赛。所以我们新加坡团当时在办理的时候，在这课程结束，还有一个小型的比赛，还有一个颁授的一个仪式。所以刚刚听到一个重点，就是一个建学课程结束，是不是可以得到认证？得到这个凭证，对你的学习历程有加分的作用，这是我们建筑课程最重要的目的，而不是旅游。所以定义为旅游，那就错误了。再来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建学的体验，了解对未来深化进入可能国际教育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目前有18位同学参与我们 UW 的一个课程的预科的一个课程的过程。2年过后，经过雅思的课程来选择这个学校的一个捷径，也是一个管道。好，那我们在座同学或家长有没有意见要提出来？